16個球星咧要同一時間嚟香港咧，其實係相當困難。因為咧，加上佢哋嗰啲時間啊，有啲可能球會有 duty 啊，有活動啊，成咧，咁佢未必係就到個時間。咁我哋咧就睺準咗咧係一個 international break 嘅時間啦，即係國際友誼賽同埋嗰個歐洲國家杯外圍賽、世界盃外圍賽嗰個時間。咁呢班名宿其實呢班 legend 其實喺英國去好多係又要講波嘅成，咁但係佢哋可以抽身出嚟啦。咁同埋今年係因為啱啱519 30週年，咁在於我主辦方我自己，我都好希望係向班球員前香港足球代表隊咧去致敬。其實喺英國都有派咗個職員過嚟㗎啦，已經視察咗個場地，咁基本上係可以嘅，基本上可以。咁加上咧，其實呢班球員咧都係即係我哋英超嗰班球星咧，已經係踢過好多組，即係喺英國見過好多啲球場嘅咧，即係印差嘅都仲有，所以對佢哋嚟講冇問題嘅啊。我都好對於呢場波嚟講係非常之重視㗎，咁啊原因咧實在太多好波啦，同埋以往大家全世界都識嘅球星喺度啦，咁所以即係少啲操練咧都唔夠佢嚟㗎。咁我同埋有史高斯啊，咁啊即係譬如李斯嗰啲好波之人啦，咁我覺得我興奮得嚟，我期待緊呢一場波㗎。